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出埃及记第2章11节到15节的 A， 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赞上帝 （Doxology）。英文 doxology 伫礼拜的听书中间时常出现，是咱所熟悉的上言，就是讲俄勒上帝的意思。基督徒的性命应该爱凡事感谢，凡事俄勒，就好像亲像伫约瑟伊的性命态度同款。伊并无互即个性命的苦难所来捆绑，伊颠倒伫即个伊的苦难的中间，看见着上帝的作为，并且伊愿意顺服接纳上帝所为伊安排的代志。亲像伊2摆就对伊的阿兄所讲的话，照着伊的话语来看，伊等于是咧学了感谢上帝的安排。伊讲圣经的记载，约瑟佮对伊的兄弟讲：较晚棍来我遮，因就活去。伊讲：我是恁的小弟，互恁卖来埃及的约瑟。恁毋免因为卖我来遮心艰苦自责，这是上帝派我代成恁来，通保全大家的性命。但已经期远2年啊，还佫有5年未通正做，无通修成。上帝派我代成恁来，是要留恁后代伫世间，佮要解救恁，保全恁的性命。安尼看来，派我来遮的毋是恁，是上帝。伊佮互我成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，做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全国。这是伫创世纪45章第4节到第8节的经文。约瑟讲：找我来是上帝，上帝找我代成恁来，用这个方法来解救恁。这个是心存感谢的言语。咱嘛知影，伫感谢的原文甲俄勒是同一个字根。只有安尼的人，才会当继续来领受上帝的恩福。因为呢，伊安尼就会当看见上帝的恩典，袂会因为埋怨就来互这个埋怨来压榨家己的眼目。摩西虽然是去互法老王的查某囝所救，并且自细汉伫法老的王宫大汉，就是好像亲像迄2个接生婆同款。伊所看重的毋是王宫的福分，乃是看重领受着上帝呼召的祝福。摩西甲迄2个接生婆，因拢宁可得罪法老王，用性命来领受上帝呼召。摩西自我认同非常清楚，因为圣经安尼记载讲，后来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，看到因所做的苦工，佮看到一个埃及人咧拍希伯来人，咱看见伊身为王子，埃及的王子，
伊颠倒用即个受统治者以色列人来将迄边来人做伊的兄弟。伊并无因为家己的地位较悬，就来欺压以色列迄边来人，就亲像伊的先祖约瑟共款。伊所看重的是迄个兄弟之情，毋是地位，也毋是财富，佮较毋是法老所赏赐互伊的权柄。但是真可惜，伫今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看见希伯来人家己却无看重这个兄弟之情，因不但欺压家己的兄弟，佮较是排斥摩西迄位埃及的王子。反倒转来看记载，约瑟甲因阿兄中间的关系，就好若亲像无啥共款，但嘛有相同的所在。咱看见约瑟是因为阿兄的嫉妒，就去互阿兄来甲伊出卖，因此就去互人带到伫埃及，做上帝拯救计划的准备。摩西咧，摩西嘛是去互出卖啊！咱来看圣经的记载，摩西看边仔拢无人，就拍死迄个埃及人，用沙甲伊砍地。隔日，摩西搁出去，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相拍，伊就对迄个无理的讲：“你是安怎拍家己的同胞？”迄个人讲：“啥人派你来做阮的领袖甲审判官？你按算要甲我拍死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？”摩西惊一条，想讲即个代志一定互人知啦。咱看见摩西逃亡离开埃及，是为着要来闪避法老王的追杀，然后就逃到伫米甸的旷野。圣经又搁进一步记载讲，埃及王听到这个事，就要杀摩西。摩西闪避埃及王，走去米甸，就住伫遐。咱看见约瑟甲摩西因的方向逃亡的方法无共款，但是这方面嘛是真类似啊！咱伫经文的记载中看见，毋捌看见这个逃到这个米甸的摩西，对伫这个需要逃走这件事来埋怨，伊反倒当真积极咧学习敬拜上帝，并且会通伫山顶来拄着上帝。摩西因为拄着上帝，有机会受到上帝的呼召，就亲像约瑟所讲的，是上帝的安排，来成做上帝仆人，为着要拯救伊的兄弟脱离凶恶。这位真神实在是值得咱学了。是啊，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拄着什么款的困境，咱拢需要会通归荣光互上帝，来学了伊，来向伊献上感谢。保罗甲罗马教会基督徒安尼讲：上帝丰盛、智慧、财物，偌尔深沉啊！伊的判断得找着，伊的道路袂得找着。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？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？什么人捌先互伊什么，伊就报答因啦。因为万物拢出伫伊，倚靠伊，归伫伊，愿伊得到荣光，直到永远。
阿免。上帝的智慧甲财物，真正是遐尼啊深，遐尼啊学得了解。咱无法度来测度，无法度了解上帝伊一切的计划，拢伫伊手中。也亲像约瑟的生命经历，互伊逃离离开伊的故乡，是要来完成上帝拯救的计划。摩西嘛是相款，上帝透过希伯来人的出卖，互伊来离开埃及，逃到伫米甸的旷野。迄个目的就是要来学习认捌上帝，学习敬拜上帝，学习服侍上帝，来领受呼召，完成上帝拯救以色列更较大的计划。奇妙的上帝，值得咱学乐并归荣光互伊。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伫天顶，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。你起造要塞，封闭对敌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亲手所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辰啊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，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。你赏赐阳光尊贵做花冠，互伊滴。你指派伊管理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你互伊有宽明支配一切，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求主帮助阮用上帝的眼光来看阮的生命，就算是阮伫迄个艰难困苦的中间，依然会当学习感谢学乐的生命，互阮会当伫生命的中间时时刻刻来归荣光互上帝。祈祷奉靠上帝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